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好，大家好。你好，我毋是阿弟啦，伊都无发声，我讲，我说咯。我想讲要看你即届会讲啥物，开头要讲啥物，要甲我介绍。我嘛会记哩，记哩甲你讲一下啊。大家好，我阿迪啦，甲咱沙凤子。咱一开场就开始啊，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好。这个是咱有一个听众朋友是，伊嘛伫做 podcast， 伊本身嘛是讲台语的，我听讲伊足厉害的一个朋友呢，就是你问讲啊，你真正毋是有伫咱即个开头时有讲客语嘛？讲你伫学客话，到底是学倒位的腔口咧？这真趣味咧，其实我嘛毋知咧。毋过吼，尾啊啦，有分迄个课本互阮，客服部晓，因应该是讲客委会，客委会啦，讲甲袂认得安尼迄呐，因送的册。客服部是你敲电话去时，甲你做即个服务的真啊，客委会的对啊。伊也写迄个视线的四管腔，四管的，因为因的客家语应该嘛有几落种的，伊比较明确吼，讲法是有四五种。我看迄个课本的介绍啦。你学的是四管，伊顶管的标注就对啊。会写讲这是四管腔的。对。会写其他的腔无？伊迄注音是用英语写，但是英语写漂音的方式。注音的方式尾嘛是有个用，咱的伊个甲咱，互咱会较习惯听吼，人伊个用真明确的教法，就甲你保模符咱的华语注音，所以讲要学比较较紧啦。注音的符号就对啊，即个度来甲你教，即个符号甲你教。对。所以来回答拄好来回答一个，因为伊无问之前，我嘛常无想到即个问题咧，想讲对吼，因为客语嘛即个腔口的，像台语，当然台语因为你若是为课本来学的，为教材来学的，咱知影讲主要大部分是以高雄的优势腔为主，是安尼哦。大部分用的腔口是高雄的，你若教材伫教的。当然，因为你若是对你来讲，若是母语，像咱家己是母语来讲，咱讲出来就加这腔口无共款，真济所在无共款，真济哦。咱今日要讲啥物题目咧？我知影你一定毋知影，我真正都无讲。拢安尼吼。啥人我无讲，因为我甲要来录音进前吼，当时下晡啊，中昼12点，甲全部甲有写了。你看我无可怜有影，全代志了无法度啊！即个今日咱讲的故事嘛，古水啊，而且大家拢有机会去到迄个所在吼，甲一个所在有关系。这主题叫做周之，真歹念，周之正甲李洞宾的卡印。蟾蜍的脚印，不，蟾蜍精周之正正有李洞宾的卡印，还有即个李洞宾，咱之前嘛捌讲过即个李祖庙吼，李洞宾、李祖、李成功，即个孙庸真人，无错哈，李洞宾的卡印，伊的卡印到底什么所在咧？就是伫咧景尾怎样？台北新基岩，其实若要正常爱念，应该念仙甲岩啦，吼，伊是即个中基足基的基，吼是这其实是甲啦，应该叫做仙基岩啦，华语叫做仙基岩，嘿，无毋对。当地其实当地是念做景尾，毋是景尾，因为伊遐较挖泉州腔，吼，伊会念景尾。对景尾，景尾，伊是念景尾。咱遮咱会念景尾。对，我嘛捌大过。你捌
住过遐啊，对，你有一段时间听讲捌住过去台北过。我世界流浪。对遐，迄所在真久啊嘛吼，即个神家岩遐就是有一间即个李洞宾的庙，吼，就是听讲有伊的卡印伫顶悬，咱难免就会知影讲即个张字甲即个李洞宾什么关系，吼。但是要讲这进前吼，想讲先来开讲一寡补充一寡无共款的知识，一寡较趣味。有当时伫咧即个，你若看电视新闻啦，吼，或者是网络，有会出现即种即个讲啊，你会晓什么什么物件的台语无？吼，讲台人对台语的了解程度啊，甲你考一寡奇奇怪怪的名词。当然，其大部分对咱来讲啦，有日常伫使用的人是无啥物感觉啦，较无影响啦。当然嘛有一寡，譬如讲咱定定会讲着草莓啦，吼，这定定互人提出来讲的。对吼，这已经讲烂，我已经变烂讲。我嘛毋知要哪讲咧。草莓，我想讲，你是要甲我讲是安怎讲？无咧，我袂晓咧。两种主要的讲法啦，吼，一款就是即个气泡，吼，较传统讲系气泡，但气泡爱互大家了解者，这属于即个悬钩子科，吼，一款。台湾原生诶无遐大粒吼，甲伊较亲情诶嘛，咱就做气泡，就讲细细粒啊，吼，伫路边安尼，当其实路边散步go时还佫看会着，少啊啦，嘿，当真少啦，前几年啊，可能还佫较济一丝丝，即嘛少啊，嘿，迄个物件正式做气泡啦，但是当然因为伊是亲情，来到台湾时，你嘛会使叫伊气泡大粒，比款草莓吼，那另外一款就是叫做草莓，或是草莓，吼，拢有人安尼讲啊，草莓也嘛会使，但我习惯念草啦，吼，草我是念草。因为咱曾讲以前甲同学去遐旅行嘛，讲草莓，采草莓啊，就是讲采草莓啊。伊较时行诶，迄个感觉，当然甲过去诶时代有关系啦。啊，那正是要讲你讲草莓拢会使，啊，草莓嘛会使，草莓会使。可能会听无哦。袂啦，其实讲习惯都会使，因为你总是即个日常生活诶物件，慢慢啊嘛希望讲甲家己。早入去吼，讲习惯，无你永远就是拢会华语伫内底，毋是讲华语都袂使，只是讲咱当然希望台语是，你若要互愈来愈侪人使用，伊就必须会使讲着诶物件，佫较侪范围，佫较大。我甲你讲，我若用即个题目去问阮遐同学呢，我敢甲你保证，我问10个吼，11个就是草莓，一定袂晓讲。我讲你台语讲，绝对我甲你保证袂晓。啊，佫有一个，我那边甲你讲另外一个，佫较厉害。草莓算是小 case 啊，草莓已经真侪所在拢知影啊，我拢毋知咧。大部分人拢开始会晓，你学台语拢会，学台语拢去拄着这个物件。因为我无闲使用着，我拢直接讲草莓。佫较困难诶吼，甲咱即届即个题目有关系，咱都要讲周字正对无？周字诶囡仔做啥？周字囝。毋是吼，周字囝。周字是周字诶生卵对无？哎呀，周字生卵了，卵孵出来了是啥物物件？啊，就孵出来就迄落周字仔囝，是不是这样？周字仔囝是啥物？啊，就周字的囝啊。甲周字有啥做共款无？我本来会知，你曾讲鱼仔若蝌蚪迄出来，你查者。鱼仔的囡仔袂是蝌蚪啦，即个田蛤的囡仔才是蝌蚪，田蛤就是青蛙。啊，你家拢甲老过代。周字的囡仔嘛是蝌蚪。啊，吼，所以你定定若伫路边看到蝌蚪哦，较早若即个沟仔边上有看到蝌蚪哦，蝌蚪有分，嘿，一寡蝌蚪用积水，其实足紧诶，吼，积水一段时间就会有蝌蚪，啊，蝌蚪其实有分哦，伊有分即个周字诶，甲田蛤诶，啊，吼，所以你到底是看到啥诶？应该要讲类型嘛，吼，差不多咧。所以因诶囡仔看起来差不多，吼，但是拢叫做蝌蚪，统称叫做蝌蚪。好，来蝌蚪诶台语。袂记哩啊！我会记哩，一直捌讲袂记哩啊。细汉我若做甲我教，细汉因为拢讲因为即个事我讲实在足奇怪吼，所以我足奇怪，所以我记足久诶，自细汉记到大。我都无咧记咧。即个事叫做甘关啊。啊，你讲我就知。伊就讲啊，你较早吼，就是拢会掠这甘关啊，去好起来，啊，互即个饲只鸭会使食，吼，爱食甘关啊。哦，对吼。不过甘关啊，敢若宜兰安尼讲。啊，是哦，因为咱若无出国，我本来知。所以我甲你讲，即个你若要去考你的同学吼，你毋管是跳舞还是做瑜伽是啥物课的朋友吼，你甲问，基本上草莓啊，佫算是讲大家差不多讲法拢差不多。吼，啊，你若是问到蝌蚪，哦，这就足困难。我来讲，免啦，草莓都无人会晓啊。其实目前你若要去查字典，吼，是讲咱拄仔讲高雄的优势腔，吼，目前以高雄来标准来讲啦，伊念做大乖啊。大乖我捌听，嘛有人安尼讲。大乖啊，大乖啊，拢会使吼。但是依然念做甘乖啊。
拢有吼。而且即个中迄个字的片音无共款哦，高雄是无迄个片音的，伊是大乖啊。但是咱是甘乖啊，这乖嘛有即个片音伫咧，真趣味吼。但是你想讲安尼佫无共款，毋是敢若咱遮安尼讲，咱遮是漳州腔为主对无？比如讲鹿港、金门、金门，漳州腔讲金门哈，因为即个讲蝌蚪，因是讲暗梅啊，对哦，敢若叫暗梅啊，暗梅啊，暗梅啊啦，暗梅啊，啊台南是佫较奇怪，台南叫做大头厝啊，大头厝啊就是头大大粒，敢鸟鼠啊，你嘛尾长长安尼吼，但是因为台南嘛是小可我泉州腔，所以伊想念鸟鼠，毋是鸟鼠，所以是大头厝啊。所以讲吼，台南面的语言吼，高雄敢若还无遐严重，台南甲咱宜兰敢若差真侪咧吼，一寡的讲法啦，迄个音啦。口音啦，你若是我泉州迄边的，就会甲咱较无共款。嘿啊，敢若差真济哦。嘿，无错。你看台中要安怎讲？台中叫做夹关啊。哎呦，咱是依然是讲夹关啊。差一点点啦。喙，但是有带片音。台中是夹关啊。呀，当然要学啦，若要考试是要打一个对。所以因就是经一个优势，就是讲高雄讲台语的人较济啊，伊就是用高雄腔来讲，用因遐来做标准就对啦。好啦好啦。台北有分啊，台北有我漳州腔甲我泉州腔。毋过比较台北的台语真是较无啦。对啊，你若台北蝌蚪边来讲，台北的即个泉州腔，较我泉州腔的讲法吼，甲鹿港啊、金门就较像吼，嘛是有做。但是咱当讲鹿港、金门是暗梅啊，暗梅啊，哈，伊是即个暗梅啊，伊是暗梅啊。梅啊，个梅啊，正经会乱去，嘿，都无共款。啊，啦，高雄咱拄则有讲到即个大乖啊，大乖啊，啊，还有即个因为即个音吼，有念过我嘛，都特别乱听啊，喙齿特别夹掉，小骨的，要小拍啊。高雄拄仔讲的即个大乖啊以外，大乖啊以外，还有即个暗乖啊。暗乖啊，这里念做暗乖啊，暗乖啊，暗棍啊，咱遮讲脖子讲暗棍啊，反正就真济念法啦。你就知讲一个事，你若真正要考人讲，台语会晓讲无？你就讲，蝌蚪要安怎讲？可能九成人都甲你讲袂晓。困难咯。而且各地讲出来，佫无共款。因为咱嘛普通袂去用即个物件啦，讲实在啦。你要知影要安怎分即个甘乖啊的老爸老母是田蛤啊，还是姜子无？迄边啦，分你甲讲，有诶讲鱼啊讲，迄只公诶无会啥，无买啦看。其实看会出来，但是真歹分辨。然后伊个细细尾啊，你即个甘乖啊，细细只尔对无？吼，所以真歹看。达人专门伫研究才有法度。不过你会使用一个方式来分，就是以时节来分吼，即个节气吼。人讲清明之前诶，即个甘乖啊，吼是姜子。好，清明对，确实有即个讲法。清明了后的即个甘乖啊是田蛤的。因为主要是伊的即个生产期啦，但伊的繁衍期，生那个时间无共款，所以会使大开啊，毋是讲一定，但是大开啊，大约啦，大概会使用即个方式来分吼。清明你若看到即个蝌蚪甘乖啊，你讲这是清明，真正是清明之后的，就知影讲伊是姜子啊，是即个田蛤的囡仔，拢无共款。那讲到姜子，其实。像姜子即款的名啦，就作为一个叫山啦，吼大型的石头，定定拢像姜子山、姜子什么碗糕即款名。其实过去真侪所在拢有即个习惯啦，吼大型的石头、小山轮吼，你可能100外公尺悬的即款小山轮，远远看起来可能亲像龜啦，亲像蛇啦。有诶讲姜子加钱啊？姜子加钱，那么咱嘛，那有机会嘛讲着吼。我看那么时间有够无？即个姜子啦、鸟啊啦，定定拢有即款的代志啦。吼，那比如讲咱当即届讲，要讲即个姜子精，就是咱。目前即个伫对咱讲即个景马，吼，因而且有做景马，景马即个边仔就是做即个姜子山，蟾蜍山，遐就是因为外形，我讲敢若就像姜子诶。其实有诶所在甚至有啥物灵头山，我毋知你有听过，像南门澳遐都有吼，远远看讲，敢若一个查某人倒伫遐啊，有灵头，啊，伊诶腹肚伊诶啥干吼，都大家拢就用为迄个远远看起就感觉，安尼去感觉视觉上。伊诶外形，即个姜子山其实就是台北公馆一个罗斯福路，就是罗斯福路，甲即个基隆路诶交接诶所在。附近上有名就是即个台湾科技大学台科大，台湾科技大学。
啊，除此以外，其实像即个新竹嘛，有一个叫做姜枝石的所在，姜枝石就是即个蟾蜍石，大型的石头，大粒的石头对。去刻的啊，毋是刻出来，就是讲伊即个石头本身外形就像就姜枝，像的，都有形啊。对，不过伊就是因为无甲山的程度，就一粒较大粒的石头尔啦吼，所以伊嘛是有姜枝井的故事哦。不过你咱遮就是先跳过人过，无伫讲无讲甲遐去吼。另外像讲即个新北市的淡水，有一粒猪高石。就是意思伊迄个头嘛，生一只猪还生一只猪头，我嘛毋知哈。但过去就听讲嘛是猪高井伫遐，三不五时就会喷出即个白色的烟雾，较早像瘴疠之气，迄个讲白色烟雾但互人讲找无咯，最后拢互伊食了去啊。人嘛真够想迄头脑拢想甲遮侪安尼。对像桃园莺歌，莺歌知影嘛？莺歌拢陶瓷做开啊就有名嘛但莺歌就是因为山顶有一个莺歌石，即个莺歌石。就是敢若鸟仔的外形，敢若莺歌的外形。其实即个名足奇怪啦，因为台湾是无莺歌即款动物的。台湾所有因为我过去饲即个莺歌嘛，拢是外来的。莺歌其实拢是外来种，所以是安那认为讲即个鸟仔的外形，你袂想讲伊是物乌秋啦，还是嘉陵啦。莺歌较好听嘛，我嘛毋知啥是莺歌安尼吼。伊对面有一座山叫做即个应该说圆山的款吼，毋是咱迄个熟悉迄个圆山。纸鸢你知影？放风吹的纸鸢，迄个鸢山吼。毋知有说圆山、圆山是啥？我无特别去查，反正就是即个所在吼。嘛拢讲即两位嘛是种鸟仔井。只是讲世界拢有井咧。嘿，对，较早的人伫生活甲自然环境来互动，就产生即款的团水啦。即两只鸟仔听讲甲电仙宫之间嘛有一寡故事。只是讲其实历史上来讲，真正你若去看历史。地仙宫其实是无到北部来的，所以伊是无可能去拄到这两只鸟仔井啦。现在就想象包括这什么剑潭啦，听讲拢甲伊有关系啦，但是伊从来毋捌来过啦。写故事嘛，就写故事。咱知影讲真侪所在地号名若甲动物有关系，定拢有动物的即个妖怪的故事伫遐，拢会使来去探查一下。咱讲即个主题，除了周志遮了外，另外一个就是李洞宾，对无？讲到李洞宾，咱自然就是知影八仙，八仙之一。咱讲八仙过海嘛，八仙之一，无毋对吼。即个李洞宾是属于八仙之一。其实八仙是经过真侪时期的变化，伊伫咧中国一直演变，变来变去，人安尼出入，毋是随时拢共款的人，一直甲即马甲慢慢定落来，变成即马的成员，其中大部分内底成员。大部分伫中国的历史上是真有其人，就是真有其人，真正有遮的人是历史上有记载着的人。你敢知影八仙是倒八仙？张果老，无毋对张果老何仙姑，何仙姑无错。佫迄个什么你想甲我问你？太好咯，迄个真有名的。一个什么？袂记哩啊？骹拢一摆一摆迄位啊。对啊，迄个我知影。之前棉花园捌做过即个蓬莱大仙有李铁拐。对啦。佫来佫像韩湘子、钟离权，好嘛？做汉钟离、周国姑、曹国舅。这些人拢是总共8位，我念一解吼。我无读历史呢。不要紧，我念。我拢听过咧。我念互你听，钟离权。张果老啦，钟离权对，钟离权，你嘛使叫伊汉钟离，因为是汉朝的人。较听过汉钟离，但事实上伊姓钟离，伊的姓是2字，说钟离，单名一个权字，钟离权。只是讲伊是东汉即个时期的人，甲一寡误解，所以各位大家拢会叫伊汉钟离，要叫汉钟离嘛可以。张果老，张果老，韩湘子。韩湘子李铁拐，再来何仙姑何仙姑，李洞宾，再来拿彩河蓝彩河，再来周国姑，再来就是咱讲李洞宾。其实这八仙8位拢有无共款的特色，嘛分别代表无共款的族群哦。比如讲咱讲钟离权、汉钟离，因老爸是大将军，伊厝足好野的，好野甲伊拢毋免做代志，拢免做石头，免食头路。自然都有钱通用，所以是富的代表，好业的代表，富就是好业的代表。过来张果老是老岁仔人的代表，伊就看起来因为拢老倒徛哩啊，迄位，你知影张果老知影无？
你即马讲这我插话者，我会记得有一个吼，伊就敢若到尾啊，伊拢台底内底有即个人嘛。可能要去研究一下，伊到尾敢若迄落有做。敢若毋对，好，你讲。台底应该是即个另外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可能啦，可能我用去想到。是毋是宝生大帝哈？有点是，敢若迄落。好，但是后盖研究，卖。过来，汉相主是即个少年人的代表吼，较少年的形象吼。过来，李铁怪就是兵战的代表，战毋是讲人就战，迄个战士就是地位。低贱吼下阵迄个款的代表都做去食的嘛，吼地位足低迄个感觉的代表。过来即个好仙姑就是女性的代表，好过来拿彩虹是善家人兵的代表，兵就是善家人。做国舅伊是国舅嘛，吼即个地位真悬吼，是真贵的代表。即个贵是讲伊的地位真贵，全高啦。过来李洞宾就是男性的代表。李洞宾加帮出来较缘投。叫做福鼎简单讲就帮出来无。有啦，拢安尼讲。总共8位拢有家己的代表性对代表无共款的族群。咱来讲咱的故事本身，讲到即个李洞宾是安那去拄到即个张之妖、张之怪吼。张之精。讲咱的故事吼，即个张之先补充一下，张之其实有两款讲法。第一就是咱定伫讲的张之，张之就是安尼嘛。第二就是另外一个念法，文言的念法都是相术，捌听过无？有啦。相术妖、相术精，这个字嘛念做相术。较文啊。对无毋对吼？这两个词我伫即个故事内底我拢会用到吼，根据无共款的需要，一般咱白话伫讲，我得讲张之，有当时有需要时，我会改用相术来讲。来讲到李洞宾本身吼，话讲台北的即座即个百外美馆的即个百外美馆吼，就是百外公笑啦，即个张之无馆吼，即个张之山，伫咧过去是一只大张之遮，妖精就对啊。只要到了伊巴肚枵的时阵吼，这山边就会开始起蒙雾，佫会吐出毒烟。那人行过就好袂去，行到会戆山。找无路啦，迷路了。无毋对吼，迷路我想到迷路就是。呐，这个时阵吼，伊就会甲人安尼一喙拆食落腹，直接都食落吞落腹对，嘿，足大只张之遮嘛，偏偏咧这只张之遮吼，主要活动的所在就是伫咧台北的南边，这是南来北往必经的山路。大家若要过路，就好像提名落去赌。若是张之遮无出步，你就毋免付风度。若是伊拄好清醒腰巴肚，你就准备你就要准备台死伫咧张之岛。你就回家了。所以大家拢惊到要死，毋知要安怎创，只要要经过遐，敢若伫搏命共款因为做生理啦、生活总是爱经过，这是南来北往必经的山路所以真头。一定爱经过啦。无毋对讲到这一天，李洞宾新派宝剑手持佛顶，天魂甲雾来到蓬莱蓬莱过去嘛认为讲是台湾蓬莱仙岛，毋是蓬莱仙山，这是较早一个第四代的频道。蓬莱仙岛，蓬莱仙岛经过台北这个周之正作乱的所在，发现妖气冲天，四点火眼金睛一看，哎呀！原来是一只巨大的闪书精化出一座山轮，就是敢若一座山呢。蹲伫遐就对。伫咧遐兴风作浪，残害人命。伊嘛较厉害，你都看有遐。伊神明伊神仙八仙子，但伊过去嘛是修道高人这个孙杨真人李洞宾伊就讲岂有此理，小小闪术你也敢闹事？今日互我拄着，也是你命中有主，天命如此，就是要来收拾这个张之正。只见这李洞宾佛顶一样画出一支钓竿，钓竿知影钓竿。这画出钓竿要创啥？当然毋是要钓鱼啊，是要钓这只张之正，无毋对。咱像小朋友算去钓，跟他佚佗物啊咧，无毋对。远远伊就甲钓竿丢出去，咱钓竿用丢的嘛，丢出去了，这个钓竿法力有加持，自然钓字伊就落伫咧周钱的喙边，可能周钱毋知影是神功要来甲滴，一喙加落，煞来放袂离，加着了煞无法度放喙安尼。是讲你若要伫张之嘛无遐轻易，伊是不动如山，甲你斗法拼生死。伊知影讲这若互你钓起来不得了啊！所以就甲即个李洞宾伫咧斗法斗力安尼。
但小饼啦，毕竟咱这个李洞宾伊是八仙之一，修道成仙的高较人，有法律，没错。哪有遮尔好处理？所以伊看即只酒钱安尼死甜烂绵，伫遐无唔肯走安尼这吊竿摕伫咧手里就创新一跃。飞上附近的山峦顶，相足大地气沉丹田，赫然大喝，大喝一声，即个房贷压力倒升，你若徛伫周边，我讲就有压力迄落感觉，伊规个法力拢掠出来。李顺阳即个双脚一沉，双手一扭，甲即个吊竿扭起来。周之者将伊也互伊扭到半空中，伊当时嘛飞身将身飞上半空，施展道法，大大的倒影甲吸伫咧即个周之的身上，身上了咧，为空中甲压落去地面，封印起来。自此，周之者就真正变成周之山咯，伊袂顶袂动啊，封印啊嘛，所以无法度半暝啊，是先神不到要就要出来食人啊。功夫真好安尼，功夫真好安尼，所以。过来，即个李洞宾相足所搭的即座山峦顶面迄粒大石头，因为伊出力的关系，咱都要讲伊相足一沉，双脚一沉，双脚一沉啊，一出力嘛，因为出力的关系，就咱跳落来，嘣一个，都留下两个脚印伫咧遐。即都是为虾米？即个景美即个神甲岩都神甲就是留下伊的足迹，迄足甲就是伊的脚甲，迄脚印。无毋对，当就是两支脚拢有两支脚有兴趣，大家去看哦。大家遐嘛是一个即个网美打卡的景点，大家拢会去遐翕相，大家使去遐看卖。我需要回想者，因为太久应该你可能捌去过。捌去，一定有去过，因为咱阵住遐。自此以后，就变成讲即个仙甲岩甲伊头前相对上的即个象之山就是两个相对上啊，你就知影讲。过去是安那周之山甲即个仙甲岩有关系，就是因为即个李洞宾伫咧顶悬收妖的时阵，双脚一沉打伫即个仙甲岩顶悬。其实真侪所在，毋知是安那八仙内底，我感觉讲敢若台湾人特别即个信即个李洞宾，真侪所在拢有仙公庙、仙祖庙，但咱真少看到什么好仙姑的庙啦，什么汉上主的庙啦、李铁怪的庙啦，敢若真少。独即个李洞宾仙公庙四界拢是，因为可能伊故事较趣味吧。而且毋知是安怎伊定定拢有出现伫台湾的故事。照你讲，伊是中国迄边的人嘛，还是东调？因为印象中伊是东调时期的人。知。毋知啥特别爱来。咱进前有人过去人讲八仙过海各展神通嘛，大家是要离开蓬莱过了，是要往到蓬莱但是即个过程中就是讲要过海，咱随人进展法宝嘛，看谁有法度来过海安尼，所以就应该讲这八仙拢是来到蓬莱仙岛甲对，是安那拢是敢若李洞宾的故事上济，我嘛毋知。我嘛无了解。你看上有名就是即个木沙指南宫，迄足大间的啊，就足有名就是安尼。迄嘛是游览的所在啊。对啊，但是其实咱讲到即个李洞宾本人伊是即个东调时代人，伫咧西元798年出世的，西元798年迄个时阵是东德宗的时间德宗皇帝贞元14年，贞元14年的时阵，即个若要台湾人讲到即李洞宾的时阵，上有名的讲法是啥？就是僧人袂使去拜李洞宾。对啦，讲有啦，这足古早的流传来讲。在偌久以前就留落来即个传说。阮少年时就流传讲男女朋友你若真好你若去甲无好结果，会甲你拆掉。没啦，阮都无互拆掉。所以你甲你人捌去过即个指南宫、指南宫教讲不要甲你拆掉。难怪。你知道个条要买假条，我无意见所以即个李洞宾听讲有一个讲法，就是讲因为伊过去就是追求即个好仙姑八仙之一的即个好仙姑，互人记住啦。伊嘛讲起人什么无等什么迄这是戏剧内底啦，戏剧内底一款故事，就是安尼较有名。就是听讲就是好仙姑记住啦，才会起配面自此以后看到有情人，看到人即个情侣情侣做伙，对生气就要来害因分手安尼。看袂得恁好啦，看不得你们好。无错，不过事实上啦，好仙姑算讲是李洞宾的徒弟啊。其实伊是即个李洞宾看家点画出来，所以因是师徒关系啦，所以这较有可能是一寡谣言啦，有即水啦，有即个讲法，风声来风声去啦，一款谣言为主啦。因为即个李祖李洞宾，事实上伊业务足济，
真侪吼。比如讲，因为伊本身是道家诶，伊是练修道诶人吼，本来就是道教诶人吼，所以即个炼丹真厉害。炼丹若用打卡现代西方诶讲法，就是炼金术士吼，就是但是讲炼金术士是要即个贤者之石啊，即款物件咱毋管吼。啊，炼丹共款长生不老啦吼，就是为着咧炼丹诶，所以伊诶医学真好。过去嘛，定定医治真侪人，所以嘛被称为即个医神。就是所以毋是讲敢若拜花道啦、拜扁鹊啦，嘛有人拜李洞宾做医神。等于讲伊嘛真有才华啦。伊嘛捌高中进书，嘛互人当作考试之神。即部分就是甲即个文昌帝君有顶塔。咱若考试定定去拜文昌。对。但事实上嘛会有人是拜即个李洞宾。伊嘛真够考试的对。即马讲起来，伊就即个李洞宾哦，即个先业务真济，嘛真优秀啦，啥物拢做会到的对。资优生啊，人佫缘投，至少大部分用户即个李洞宾的即个形象拢是较缘投啦。过来伫咧台湾吼，咱嘛相信讲即个李祖的即个宝剑吼，新派我当讲伊新派的宝剑吼，会使斩断即个烂桃花孽缘。你若有无好的缘分啊，吼，即个烂桃花，所以慢慢才互大家误解吼，变成讲会破坏情人的关系啦，有即款讲法。那尤其是大家都拢风声讲，即个上有名的就是刚讲的目杀即个指南宫，成功的指南宫。讲男女朋友若去遐一定会扯吼。庙方有讲哦，庙方讲无即款代志啦，心明珠比为怀。无啦，我就甲伊讲，我就正人啊你。就讲，所以讲你莫家己感情有离旁，就去找心明来徛空，心明无辜。你讲热安尼吼，毋通热去心明遐去。无意思。其实咱就讲到即个张子甲八仙吼，就想要来补充一个，就是老海喜金蝉即个故事。我毋知你有听过即个故事无？你讲，因为你都有讲到即个家己的张子对无？就甲这有小可关系。咱普通有些生理店面你甲看吼，有些拢会放一只吼，安尼讲吼，张子甲张子。无错，爱放一个50块跟在啥呢？我记我那边讲到即个物件，其实包括伫咧台湾真侪即个庙宇吼，庙啊即壁顶吼拢有做雕刻嘛吼。伊即个雕刻一般定定拢会刻即个八仙的故事。但是你详细去看哦，有的庙啊，像咱之前捌讲到永安宫，伊的八仙都毋是我头前讲迄八位哦，内底都佫有另外一位来替换，就是咱当讲老海喜金蝉的即个老海。所以八仙的人是会变的。八仙可会变，那是固定迄八位，奇怪，因为一寡代打投手伊偶像团体也换的对啊，团体也换啦，是临时无人调人，出现是换掉拿彩虹出现老海。你若去看八仙，八仙有所谓明八仙甲暗八仙。明八仙意思是讲，伊顶下就写这是像，这是像，尤其那是画图迄款较定安尼吼，这是李洞宾，这周国姑，这是像你铁拐。另外一款就做暗八仙，就是爱看伊的即个法宝，伊拢会摕出法宝，看伊手头摕什么物件来认定是什么人。比如讲，你若是即个钟离权是摕蒲扇，足大的蒲扇菩萨。你若是即个李铁拐上面就是大葫芦，派一个足大的葫芦，派家己斗派葫芦安尼。李洞宾就是宝剑。拿彩虹过去是摕即个花拿，拢无共款。那后生佫摕一回即个莲花荷花，所以每一个拢无共款，一定拢有一个即个伊的信物就对啊，代表讲我是虾米人。那做国姑就是即个相互，我毋知即个台语安怎讲哈。你若看即个古戏、古装的戏吼，你就会看到讲若要一寡朝代为神主要禀报皇帝的时阵，是毋是摕一个玉窟啦？敢若有做玉窟啦？什么玉相互啦？迄华语叫做相互，迄个白啊！我会记敢若有做玉窟啦的款，我还佫查者，我小可袂记哩啊吼。来摕迄支物件，这就是做国姑摕迄支，代表伊身份。所以身份做地位嘛，做官，所以咱讲每一个即个八仙摕物件拢无共款，就是明八仙暗八仙。代表伊本人啦。就是咱伊若无写名，你就是看伊摕啥，你就知影讲这八位就知影。拿彩虹定定红换掉，就换即个老海。老海本名或者老海禅，禅师的禅，咱都有讲张字嘛，念做禅师，就是老海禅、刘海禅。那历史上到底有即个人无？目前无确定，只是讲伊嘛是伫咧道教内底一个一号人物就对啊。
有即个人物有即个讲法就对啊。那听讲伊是即个钟离权，就是汉钟离，咱拄仔伫讲八仙内底有一个汉钟离，汉钟离是李洞宾的师傅，当初是汉钟离去点化李洞宾，李洞宾后来佫点化即个老禅老海禅，所以是一缘一缘的关系。拢加减有关系，你看好仙姑嘛是李洞宾点化，就等于伊甲伊渡过来，彼此之间有真济即个缘缘就对啊。咱俗语讲即个老海禅老海戏金禅一步一套钱，就是讲即个老海禅有一个亲人一个真亲近亲啊，可能因兜会想本身做官，但是是一个贪官，贪污真济就对啊。所以因为毕竟伊佫当时可能因为伊本身老海禅本身有伫修道嘛有小可影响到即个亲人，所以亲人加减嘛有伫咧修道，一边偷摕钱，毋是偷摕钱啊，一边贪污啦，对啊，一边佫修道，这嘛是真冲突。但是毋管因为加减伊有修道的关系，小可死后无妨拍入去地狱，但是拍去倒位咧，煞投胎化做一只三脚金蝉，就是金色的章子，甲投入去东海之中，受龙王海龙王的即个管辖就对啊。我是讲真奇怪啦，你甲章子迄入去海底毋就拄死啊？章子是伫正水也是咸水的啊。毋管即个伊较特别嘛，伊三脚，一般章子是四脚对无？伊是三脚金蝉。迄落海底，即个老海禅来得到了后，想讲毕竟是家己的亲人啦，可能在世时亲人嘛无介济，就想讲要来解救即只金蝉，莫较辛苦安尼讲，毕竟伊伫海底咧沉沉浮浮安尼，毋是办法。所以可惜就是这金蝉安尼死性不改，特别贪财，做人的时阵小贪最章子嘛是个小贪，所以最动物嘛还佫咧贪着对，见钱就加，所以咱想要坑这章子，人起来就紧日要加钱入来，无错。所以咧，即个老海禅咧，伊就摕一罐即个金钱钱甲灌一罐安尼，摕来钓，咱当讲李洞宾上钓竿来钓金钱，伊共款伊是摕金钱来钓即个金蝉，即只钓出即只三脚金蝉出海，跳出海面了，伊就徛伫金蝉的脚壁边，徛起哩。所以你若去查即个老海戏金蝉，你定定看到真济即个图，就是伊徛伫敢若囡仔形徛伫即个禅师的身上，章子的身上咧，这就是老海戏金蝉的故事的由来。即只金蝉就是咱传说迄种三脚的章子嘛，叫做金蝉嘛。伊只要从此以后，每行一步，伊用钓的啦，其实章子是用钓的嘛。每钓一步，因为老海蝉嘛是老海坐伫伊的脚壁，伊只要每跳一步，伊就吐一个铜钱出来，所以一直吐就对啊。所以即个老海蝉就去甲搭，伊就甲钱也甲搭。因此讲即个老海禅嘛，互人当作是财神的概念。但是平常时咱是无代无志要采一个神尊的神像伫咧庙的，也是毋是庙啦，伫店内也是倒位。就是拢做生意甲有啦。不过毕竟重要的是即个吐即个钱的是即只章子，对无？所以你看生意人啥物定定都算小的所在，就采一只三脚章子伫遐，就是安尼来，遐囥一个钱，就是讲伊直吐钱互我安尼。无共款。其实即个章子甲另外一个物件足像的中国诗行是叫做貔貅，貔貅嘛是共款。貔貅，这两款动物拢有一个特性，就是讲无尻川空。因为所以你看咱拄讲即个三脚章子，第三支脚伫倒位是为上尾生出来，毋是减一支脚，伊是后壁迄两支脚拢无，中生一支新的脚出来。你若看伊图一般是安尼。你详细以后去看。伊迄个所在已经生出脚就无空啊，所以嘛是有入无出。所以讲我会当收入来都。貔貅嘛是有入无出，但是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是讲，有一寡讲法，比如讲章子，有的人讲你其实是因为是为巴肚来吐钱，所以你章子的头其实是向点来，毋是向点外，你是爱钱吐来互你。但是外口吐转来，尻川爱向外，毋是尻川向内，无就钱拢吐出去啊。但是貔貅，咱讲貔貅佫无共款，两性九子，子不同，就是讲即个貔貅是上细汉迄个囡仔伊嘛无尻川空，
啊个兴食才会财宝，伊是本身兴食财宝，啊只是讲伊嘛吐袂出来，有钱无出嘛。但是你要互伊出去食，所以伊的头是爱向外，你看伊喙拢开开，伊喙开开就是要去夹物件，所以是头爱向外，酒钱是头爱向内，所以你毋通猜毋着边。你看店家伊敢知影即个问题嘛？所以有的店家毋知影，伊拿菜酒钱头拢向外都毋对啊！你若要好也会记你要趁侪钱，酒钱头爱向内，毋通向外。有机会啦，拄着店家我再来甲讲。系做风水啊，啥有诶无诶啦，有啦，你讲即个代志啦。这是咱都讲老海喜金上诶即个故事。好，今日咱即个酒钱甲李洞宾的卡印的故事，毋知大家听了有啥物款的想法咧？即个李洞宾的故事啦，趣味啦哈。嘿，这集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Mr. Box 留言互我。另外，买当到一个 Instagram、Facebook 来找出亚特聊聊天来甲我互动。当然嘛，若有对阮的内容真介意，你希望讲赞助阮啉一杯咖啡食即个好糖枇杷膏枇杷膏嘛，拢欢迎你会使点下即个阮下骹有人有人讲网连啊，有人讲连结拢会使凊彩你就是有一个赞助的方式你嘛会使参考一下咱就今日到这为止，感谢你，拜拜，拜拜。